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美国参议院初稿通过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强烈建议美国国防部长邀请台湾海军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也爱做伙研发生产无人机等等。也因为和众议院通过版本无同款，两院爱搁再协商，才会送予这美国总统川签署生效。美国海军做到2年一摆环太平洋军演，2026年又再举行，过去台湾不受到邀请，明年无得较有机会参加。美国参议院初稿通过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强烈建议美国国防部长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台湾的海军参与环太军演，也佮共同研发生产无人机，也拿军事援助台湾11美金的条款是保留。外交部将持续关注法案后续进展，并与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维持密切沟通，共同深化台美伙伴关系。美国参议院版本也要求国防部长办公室简化加速对外军售，也若9月通过美国众议院版本，相关要提出简化国防采购流程的计划，要求甲台湾建立战略国防科技伙伴的关系，同意继续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并且调升到10亿美金。不过对着参众两院版本无同，会来协商，对各自版本删减妥协，而且重新表决通过了后，结果送到总统川普来签署生效。可能也是要国际上的奥运，我们讲搭上线啊，或者是真正去认识更多不同国家的军队训练状况。我觉得对我们的军方来讲，其实是有很好的注意的。专家认为，甲2025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甲台美军事创伤医护计划等。明年台湾有希望参与环太军演，各国应该赶紧做好准备，像甲其他国家军队的外机沟通、机关协调能力等，才发到就有甲多国共同军演的时机，提升这个协战量能，加强合作强军。记者自鸿报道。咱继续来看，这国造的畅水南海鲲号本地9月爱完成海上测试，所来跳票。我看到这期讲，这11月呢，敢法度顺利来交船。国防部长郭立雄今日就表示，11月若准备交，确实是有挑战。海军也讲，国爱做2项系统进行校正，完成了后，就当达到畅水南的必要条件。另外，罗总统的详细演说宣布要打造台湾之盾，郭立雄也强调有符合无对等作战，年底就会提出特别预算。国造舰南海鲲号原底9月要完成海顶的测试，确定跳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13做舰南国造专案进度的报告，采秘密会议的形式。国防部长郭立雄证实，海鲲号也在做海顶测试进程、装备条件甲测试。11月要完成海顶测试交船，是真大挑战。我对于整个潜舰最后能够建造完成还是有信心，要在11月完成，确实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时程虽然稍有落后，但是全舰是往完成的方向在迈进当中。面对中国军事威胁，除了加强海顶的战略，总统赖清德详细演说，讲要打造台湾之盾，建构台湾分战防御、严密的南炸防空系统，嘛让外界质疑可能违背无边防作战的概念。他的拦截的几率自然会成功，然后他也能够做一个更具有有效资源分配的一个火力协调。那这个当然是不对称作战的概念。用反飞弹对抗飞弹，或是用潜舰对抗潜舰，它本身就是一种对称的作战方式。那基本上就是谁钱花的多，谁时间花的多，谁就胜出。偏偏台湾目前没有钱，也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专家认为，中国军方武力拍台湾的手段，唔那是飞弹尔，还佫有军舰、舰舰等等几啊种的威胁。台湾之盾唔是袂使哩，不过可能爱开真侪钱，需要真侪卡手。郭立雄讲，年底会提出特别预算，会买多层刺激设备，无论是雷达系统、飞弹系统、无人载具等等，目标就是要向准外陆权的方向来建立。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股受到这美国股市大力影响，开盘无偌久呢，就大落800多点。也因为这个案基金拢伫咧护盘，台股含台积电拢转来一挂。这台股收盘落378点，收伫咧26923点。若讲到这台积电是落25块，收伫咧1415块。美中贸易战造成台股顶礼拜五4大指数重盘，台股伫咧国境连假了出现补盘，开盘26762点，早盘上加8盘9，26470点，
跌超过800点，宽达股台积电开盘收不了1400块，这个拿1390块，早盘上加850块。台电法说会上面应该可以预期的是，也会释出一些相关比较正面的一个消息，所以台积电的股价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跌幅收敛的一个发展，甚至呢有可能再重新回到5日线以上，那就会变成是一个相对的大盘支撑。那再加上可能在国安基金盘中有一些发言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实质性的一个进场，其实大概都可以掌握得到。今天可能在台北股市盘中会有跌幅收敛。分析师认为，台股这么也是起做优回，再加上全世界对 AI 的需求也是真大，尤其包括鸿海加广达，虽然这么是跌，不过跌幅的愈来愈小。有分析师认为，虽然美中贸易战影响美国股市，不过台股有国安基金护盘，大盘也是挡会牢。对台湾是不是也同款得到经济荷兰边？也就是这个AI 好，其他产业拢无好。金管会主委平金龙讲 ，AI 上机是全世界，唔那只是台湾。虽然台股自4月1万多点起到这卖2万多点，可是集中伫咧特定产业，不过台股表现真多元，未最近起盘。我们现在下跌的幅度呢，跟美国来讲，确实收敛了不少。我想面对关税的议题，从4月开始到现在，整个产业应该也经历过很多的这样消息面也好，基本面的变化。我想，投资人面对这样的消息的这些的消化以及解读能力，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这样的判读能力。平金龙讲，金管会未对未来股市做任何的预测，因故伊认为，自今年台湾的产业营收甲迄日来看，基本面表现是袂歹。因为基本面的支撑，如果比消息面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回答的台湾总部今日设置的北市科 T17、18日，目前是无进度。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已经发文予成功人收，希望因提出具体条件含金额。那副市长李树川也讲，这回答私底下有表示，那准是订拍契约有包含补偿成功人收，因也愿意承担。我们亮董的这一个这么地位这么高的状况，现在也是工商的理事长，尽快的来做协调，那原则上应该会有好的成果。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公开来呼吁台新新光金矿董事长吴东亮回答台湾总部进驻北市科 T17、T18，因为地上款问题起条例。台北市13正式发文成功认收，希望新修地袂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提出合意解约的条件。这个还他30几亿，那原则上算一算，大概5亿到8亿啊。5亿到8亿，对。好，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开出来的，应该就是解约的这个，应该就是5亿到8亿，对不对？初步是这种样子。合意的解约金偌济才合理？有民进党议员讲，敢若会同意40亿，超过部分是毋是有回答到3天？对此，李树川讲，回答私底下有讲，若订定契约有包含这个补偿薪收，原则上因愿意来解决承收。当然，目前我们今天也已经发文给新售，那希望新售接下来可以提出具体合意解约的条件跟具体的金额。对于能跟星光人寿尽快达成协议，而且议会也接受，你有没有信心？我有信心。我们希望能够在，比如说10月24号，也就是辉一达给我们正式信函，他正在请我们找其他适合土地以前，我们能够就他首选 T17、18能够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外界关心未来是不是直接甲金矿董事长吴东亮接触？蒋万安讲，市府接触的一直拢是新收，依照合约规定一直是安尼，也强调市府也一直甲回答保持联络。记者综合报道。受大批关税影响，未少企业当咧实行减班休困。目前统计起来，台中上济，其中以机械设备制造业影响上大。按算爱到明年第一季呢，才有机会来变好。也有真侪受影响劳工暂时去做外送，以持收入。精密机械公司的员工当日进行出货前的准备，按过订单比疫情前少3成，因为台美关税影响，海外市场的气氛变较保守。毕竟美国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消费经济体啦，那所以这些国家如果对于投资的部分有稍微在暂缓或观望的话，对于台湾的机械产品输出都是不利的。
张市又表示，以整体来讲，美国市场虽然敢若占一成，啊，不过国际产业链小牵连，也甲红色供应链冲击影响，而且爱到明年第一季了后，才有机会变较好。目前有不少规模较细企业选择先减班休困来保留实力，还是产业转型。台中市政府表示，减班休困的业者确实持续地增加。每一天的话，我们也是有陆陆续续收到差不多3到5件的那个减班休息的申请的家属。人数也大部分的话都是在一些3、4人以下的事业单位。台中市政府表示，10月就有117间减班，影响劳工有2598人，目前全国上济，其中各以机械设备制造业影响上大，也因为安尼有不少受影响的劳工先投入外送的职场。大家抢单的状况变严重，一些像现在那个工业区那些的厂商现在的工作上面变接量少了，所以他们都出来跑这种短暂的。根据平台业者的资料，台中地区的外送员超过8成是兼职，其中制造业甲营造业的比例将近2成。学者认为，这显示即卖的减班休困补贴政策有待改善。现在的补贴金还没办法满足他的需求。另外一个更有可能是这个厂商根本没有提出申请，他只好就那这些劳工只好自己去做为了增加收入，他去做外送。学者嘛表示，短期内兼职做外送的情况会持续。另外，即卖的工时管控是针对企业，政府嘛爱注意这个兼职的劳工是不是有过劳的问题。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做大水了后，目前还有5个人找无到，并当特殊队长伫咧佛祖街找到失去联络姓林翁仔某因兜的轿车，不过人到当时找无到。另外，这学校也开始恢复上课啊。教部长陈英尧早起去到灾区了解校园复原进度，也讲会和地方合作，赶紧来协助校园重建。家属徛伫土溪边啊，等待希望会当有好的消息。马太安溪水头帮山湖溢流了后，造成花莲光复乡灾害惨重，目前有5个人失联，其中一对姓林翁仔某9月23日伫到佛祖街附近工寮整理物件，事后下落不明。在第2摆去救援光复的便当特殊大队，伫佛祖街挖到失联姓林翁仔某的车，离案发前位伫800公尺以外。空拍及水域分析，在下方约800至1公里处。树林中发现车辆，希望叔叔婶婶能够赶快出现，那我们带他回家。过去13继续伫轿车4库围殴，希望进一步找到翁某2个人。消防署继续部署东基区执行搜寻任务。今天有7部的挖土机持续在现场做搜寻的一个任务。学生结束年假，陆续返校，除了继续搜寻失联者，光复当地各级学校早起起陆续恢复实体上课。13教育部长陈英尧去灾区了解校园复原进度，看到护土沙抗一大半的校园渐渐恢复，伊表示会甲地方合作，全力协助重建。有大概提了9000多万，将近1亿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学校的许多的设备跟场域上的一些重新的一些整建，跟地方来合作，能够快速的来协助学校。国校重建进度继续推进，13恢复实体上课的光复上工，学生一个学校的道理清理行列，部分学生因为这河土水引起这当穿便服去学校。大量的衣服被淹没，有些衣服都沾到了泥巴，所以没办法穿。虽然家园受灾严重，也毋过会当回去学校，互学生真欢喜。面对断课延后加升学压力，学校也甲老师达成共识，以多元评量方式计分，搭配第8节假日甚至寒暑假补课，来确保学生学习无中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做大水，造成19人死亡，5个人失去联络。这农业部也讲，这帮山湖目前的欠水量是进前的1.7%，不过这天然白油源是正淡，会继续来监控。另外，今仔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邀请相关部会进行专案报告，就立委质疑讲，这届的灾难敢是会当避免的呢？是5秒吗？部长你要听啊！消防署长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看你的脸色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听到立委报出的紧急疏散警报声，内政部长甲消防署长拢无啥清楚，凸显个警声伤济种，民众也真歹分辨。对于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帮山湖灾害，造成10个4个失联，民进党立委也质疑，敢是原本会当避免。
你这个天然灾害无法避免，但是，所以我说人定造成无法胜天。对，但造成这么大的这么多人的罹难，这是不是可避免？是的。强制撤离是由哪一个单位来执行？还是由地方政府，包括花莲县政府以及3个乡镇公所。胡说八道，天天栽赃花莲县政府。好，你们要栽赃花莲县政府，可以。撤离执行单位就是乡镇市公所，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国民党团总调部分期继续追究，迄当时疏散落实问题。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维持一级开设，因为农业部指出，放沙河虽然稳定溢流，脱水量大约是正常的 1.7%， 也毋过坝体犹原无稳定，会继续监测。前进指挥所也表示，要等撤离计划定案，经过居民实际演练了后，才会解除红色警戒。也毋过官府反映地方量不足。公务消所作为执行8500多人的疏散撤离，他们有表达相当的忧心。你其他的13乡镇全部要支援，包含花莲市所有的资源都要投入，不是只靠这3个乡镇。综合的话，桂联县回应，每当只有光复乡动员，花莲县府爱全面盘点县内所有人力物力及海丁资源。才会当影响大型灾难。佮强调，目标这礼拜进行撤离计划的并期推演，续来再执行演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花莲光复的第一公墓，同款受到大水霜冻，真侪民众因兜的墓拢去互水淹去啊。当地居民表示讲，县政府到达拢无要来处理。希望是说，公所这边能够把一些大的东西能够把它清。像这个应该是由乡公所或是县政府来处理，不然这么一大堆，一般的老百姓哪有可能？现阶段大家优先以例如像校园复课、安置收容，还有家园的清淤打通侧边沟，另外重中之重的佛祖街这个都是中央跟地方跟消防所共同优先努力的目标，所以是不是关于公墓的部分，请容许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针对民众的诉求，县政府是回应讲，目前行做抢载工课，公墓业务呢是当地公所负责的，因为公所同款是同灾区真侪资料拢已经废弃啊，才外界互因一寡时间来处理。有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送爱心去到花莲公户名记拐这侥幸钱，提醒大家唔通去网络顶头这来路不明的网站捐钱。刑事局强调4项原则，就是唔通点网址，唔通输入资料，唔通汇款，也唔通转传这消息，提高警觉才袂去用骗去。诈骗掠袂离，诈骗的手段愈来愈侪种，除了网络诈骗、投资诈骗，刑事局表示，即马阁有利用花莲救灾的名义，利用民众的爱心来做诈骗。目前接到11件报案，2件是骗爱心，8件是加赖骗运费，阁有1件是网络诈骗。刑事局提醒，若要捐钱予花莲公福，也是爱以卫福部和花莲县政府的公布为主。爱心捐款一定要依卫福部公布的9月25号公布的一个专案，来进行捐款或者是来汇款。那不明的连结或者是简讯，也千万不要去点选。那有任何的疑问，请拨打165专线来做查证。根据刑事局统计，顶个月9月份，全国平均每天受理案件和财损的金额，拢总比去年同期减少22%和44%。但是刑事局也是提醒民众，要注意网络买卖、投资诈骗、假交友这款的诈骗。去年的9月的话呢，每一天发生的件数大概是601件，财损呢3亿9700万，等于3亿9700万。那这样的话，发生件数减少22%，这个财损的部分呢是减少44%。但是呢，诈骗的手法呢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希望大家呢针对这个部分能够提高警觉。刑事局搁一摆强调，政府未发底信，也未请民众去 ATM 做操作。民众要会记4个原则：卖点、卖输入、卖汇款、卖转传。另外，刑事局提醒，接落来政府准备要普发1万块现金，提醒民众也要注意，
才袂互人骗去。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纽西兰政府宣布讲，开放台湾旅客出入境的时阵，会当使用自动通关系统E-Gate，是美国、南韩、澳洲、意大利、德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了后的第8个国家。外交部提醒讲，这旅客若准备去到纽西兰，就要先申请这电子签证，上婚姻期进前的24点钟内去到网络写电子入境卡，到位了后就当快速通关啊。进前咱驻纽西兰代表处国庆酒会代表欧江安甲11个纽西兰国会议员贵宾做伙唱茉莉歌曲，展现两国友好情谊。欧江安嘛提起两国签署 FTA 以来双边贸易啊，逐年成长，2024年达到25亿纽币，而且台湾已经是纽西兰产品第9大出口市场。But most importantly, tonight we celebrat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Taiwan. 即摆两国伫观光联合完后新进展，纽西兰政府13宣布开放台湾旅客出入境时阵，会当使用自动查验通关系统E-Gate。这是伫美国、韩国、澳洲、意大利、德国、新加坡加马来西亚了后，第8提供台湾自动通关台语的国家。这也是台湾跟纽西兰关系友好的表征。我们相信开放以后，两国人民的往来会更便利，各领域的合作也会更密切。根据观光署的统计，今年1月至7月有1.9万的台湾人去纽西兰，1.2万的纽西兰来台湾。2024甲2023年互相访问的人数差不多有4万至5万人。外交部提醒，咱国旅客去纽西兰爱先申请电子签证，坐飞机进前24点钟内进网络写好，到位的时阵就当快速通关。就是比较方便嘛，而且会觉得他们比较认同我们吧。不一定因为自动通关而去，但是能这样当然是最好。就觉得那种感觉。就很熟悉的感觉，这个国家很亲切的感觉。未来政府也将持续推动与其他国家互惠使用自动通关，使国人出国更便利、有尊严。内政部移民署讲，以平等互惠的原则，咱方原来当地研究开放纽西兰晶片护照持有者入境咱国机场的时阵，会当享有E-Gate台语，一定伫今年11月底至12月实施。记者采访报道。欧洲新禁区国家的所谓出入境系统暂时施行，目的呢是伫咧两国边境用电子生物辨识技术登录非欧盟公民的资料。这个新系统目前是分阶段上线，按算明年4月70全面启用。有人感觉是真利便，不过也有人感觉讲这个系统害因动时间。旅客依照这指示翕相扫描，并且持指纹。欧洲新禁区国家正式启动 EES 所谓出入境系统。过海关时，无搁再由边境人员伫护照顶面登印啊，而是改用电子生物辨识的技术登录，并且建档非欧盟公民的资料。新系统实施的目的是加强安全控管，查出如期停留、身份造假甲无证的移民。同时也是回应包含奥地利、意大利甲丹麦这9个欧盟国家，要求采取更加强硬移民政策的政治压力。This is an airport infrastructure issue. This is not about the airlines. So ultimately, even if you are stuck with the scanning, the aircraft might still leave. Please allow yourself more time. 那伫机场 ，EES 也伫部分的公路、铁路甲港口这边境设立关卡，并且采取分阶段上线，要伫线内6个月内慢慢扩大到29个新冠的国家。也若欧盟国家克罗埃西亚、甲邻国非欧盟国家波斯尼亚的边境检查站，每年要接待几8万名的旅客。新系统一个推出，也引发民众烦恼讲，可能需要等待几点钟的时间。Otežavan je pristup Schengen zonu za ljude normalne koje žele da vode biznis i prolaze, idu na ferije, gdje god da se kreću. Mislim, ovo je bez veze, uistinu. Prateći da ovakve gužve morate samo doživjeti period, tako da ovo stvarno neočekivano. Brzo smo relativno prošli 2 minute. Trebalo malo dok sam stavio ne prsti na onaj čitač, dok je registrovao ovako, bez ikakvih problema. Jedna slika lica i to je to. 联合国旅游组织讲，12岁以下的囡仔无需要持指纹，而且 EES 是免费的。也来到欧洲旅行的电子旅行授权签证 ，ATS 会伫2026年底来实施。ATS 也是取代传统签证的选项，申请程序采线顶作业，费用是20块欧元，大约代票712块。因申请的国家包含台湾。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
咱来关心天气，这气象署讲未来这礼拜呢，同款是高温烧热的天气。不过礼拜会有东北季风入南，时到早暗会变较凉，尤其是北部、宜兰花莲温度会降5-6度。在未来1周的话，一样属于高温炎热，预估在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33到35度左右的高温，东半部则是31到33度。礼拜6、礼拜天。东北风、东北季风会有逐渐南下的趋势哦，也预估在比较偏向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温度上，尤其是高温可能会降个5到6度，低温也大概有5到6度左右的一个降幅哦。预估可能至少到下礼在19、20、21号，可能都还是受它的影响。礼拜东北季风若到位，温度就会变较凉寡，山区较空旷的所在，可能干那20度尔。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报外套会当先准备。南投县头一届举办这双十烟火，不过这放烟火效果无讲介好，拢是看到烟含光影尔，这烟火的水拢去互烟炸掉的。有烟火学者分析讲，迄天呢天气较湿，而且风也无啥风，加上盆地地形，这烟消透袂出去。烟火放无几分钟，规个天顶拢阴蓬蓬。国庆烟火头届伫南投放40分钟的烟火，在地边上讲看无到5分钟就想要走，买当看到袂少接送车拢提早离开。就带着我的宝宝，我2个多月，然后我们就想要去看烟火。但是大概放了5到10分钟，就是空气很差，所以因为我带小孩，我就赶快逃走。气拢是烟尔，无看到啥物水的，无风啊，所以讲烟就飞袂出去，所以讲伊就造成咱这个环境污染足严重。摆袂出去的国庆烟火，敢若是一个国家级的空污的实验，要互咱看。南投是4面环山，规年风速低接近无风，尤其是民间真无适合去焚化炉。南投它全年无风的状态，0到1就有57%。有烟火业者分析，国庆日当天因为湿度高、风速低，加上南投属于盆地地形，伫短时间内放大量的烟火，唔但烟真侪，佫真歹散去，认为地点经唔对所在。当天湿度高，释放的时候，它的烟就会聚在那个地方，再加上南投因为属于盆地地形，然后空气对流比较差，然后烟雾就难以上升扩散。当晚的风速又低。好像只有每秒大概不到1.5公尺，所以说烟也没有办法去吹散。那目前我们模拟的结果，其实民间乡扩散条件会比这一次国庆烟火扩散条件来的优良。那其实烟火造成的烟雾在焚化厂的操作并不会产生。南投管区环保局表示，环保局南投7站伫放烟火地点的正南方2公里，有观测到空气污染的浓度相关，一部分是受到烟火影响。另外一部分是受到疏散车流的污染源影响，不过迄时11点，空气品质数值就恢复正常。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双十连假，这台南的观光饲料咧滚滚。文化局统计连假3天，大家古迹园区加起来，这参观人数破纪录，门票收入也破200万。所以来这礼拜高雄有演唱会，台南也有龙人节，这台南的订房率已经来到8、9成了。双十连假，侪家长带囡仔来耍这大型芭比等的出流浪，这是三雄辉恒水稻博物馆6周年馆庆活动。那安尼市区的水高社文化园区，有艺术表演、亲子体验，嘛请超过2万人来遮佚佗。台市文化局初步统计，连假3天，整个古迹门票参各园区的收入超过200万。来府城入园的观光人数，平1年加价成长，创下这几档以来国庆连假同时间的新纪录。特地来台南的时候，觉得台南很多的住宿成本有再增加一点点，对。但是因为台南真的又好吃，东西好吃，然后景点好玩。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古迹园区里面，我们特别推了3人同行1人免费的优惠措施，同时入园也致赠火鹤花。那吸引了不少游客到访，那我们文化局也会持续以文化带动观光。不过，双十连假结束，这阵煞有网友伫网络讨论，台南旅馆的饭店真歹订，佮加上介绍哪像有较悬。根据了解，这场这礼拜17要起购，连续办3天的龙人节有关联。另外，高雄共这礼拜嘛有 BLACKPINK 演唱会，地处房间有加歹订，有业者
也坦白讲，高雄旅客拖来台南订房间，这阵订房率超过8、9成。那这个礼拜比较特别，这礼拜虽然没有连假，但是高雄有演唱会，那台南也有一些浪人祭等的音乐季，所以其实也是蛮多客人选择入住。本周的住房大概有到95% 以上了。人会想要有人好耍，啊嘛有演唱会人去听，所以讲人拢会选择讲以咱台南为主要这个住宿的这个。选择高雄办的大型演唱会，咱就是讲咱台南的旅宿业有哪有一寡外溢效益啦。那这饭店旅馆房价到底敢有起价咧？管理局回应，拢有定期咧巡查，嘛有消保法咧管控。这阵介绍只是回转来市场机制，并无特别起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高雄小港大坪顶有一块伫咧山坡地保护区的私人土地，是2间水利局污水接管工程的包商租落来，所以因为无提出水保计划，乱放机具含营建废弃物。今仔日咧，就这拿营立委市机关含高雄市政府相关单位去会勘，即期占坑场拢无提出水保计划1年外，互查到才来报警。市政府强调一切拢是合法占坑的。无路用的土沙墩正悬，高雄小港大坪顶即块山坪保护区土地，做工程无路用的淡马甲营建图甲工具机占坑的场所。不过，2间承包水利局污水接管工程的厂商，为113年开始承租土地，无提出水土保持计划。河山里的这个部分梁书号先没有送出来，然后后来才做补建，补建你看下场是如何？所以说呢，没有先提过申请，然后后来又补建，然后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在这个认知上有很大的落差。沙网显规了后是营建图甲一寡电马架，面台设备压出来了后，市政府相关单位上门稽查，认为土沙无适分类标示，个无看无好，而且违反废清法规法。13立委关志温顶南营面台，搁再会勘土沙已经有插标示牌。我没有擅自，我怎么做分类？我没办法做分类。分类完之后会去化，比如说我分类完，干净的土，他要求该去哪一个处理厂，他就去哪一个处理厂。厂商表示，占坑场离工区开车差不多5分钟，刚来用来甲土沙分类。按过面台这个厂商坑1年外，水利局这个案互人压坑，再要求业者补水保计划。我们进来看的时候，检查它有一些简易水保措施。但是这个简易水保措施并没有经过水利局的核定。你都要同意他了，你给他合格了，水保也是你管的，你不顺便看一下水保吗？还是水利局分2个局处？这部分我们有裁罚他。水利局表示，2个业者会依照水保法各罚6万，不过强调现场是合法使用。现场土沙因为米拢偷采案，而且无土资场通收，高雄市政府长期研究设置公办土资场，希望会当解决回收的问题。记者采访报道。有人去创一个桃市文化局假面册牌奖赢，佮用这假活动网址声面上去点。桃市文化局已经去甲Meta公司检举，要求因赶紧甲这个假牌奖赢落架。方便用文化局大楼的相片，粉丝页名写桃市文化局，不过详细看，追踪者只敢若30个人。Facebook 出现无名的粉砖，民众讲若无详细看，嘛唔知影这是假。分辨不出来，如果你有输入个资，可能会被盗用吧。假的粉砖好像也才刚创，因为才发几篇而已，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就是可能用政府的名义散发一些假资讯这样。正常来说，那就是看他的追踪人数嘛。桃园市文化局已经蛮久的东西了，你说今天追踪人数只有30，那我个人是觉得不信啊。最近唔知是啥人用桃市文化局的名义建立 Facebook 粉丝专页，并且伫内面放广告宣传。广告内容敢若是用不实的活动误导民众起点不明的连结。文化局已经向Meta公司检举这个无名的粉丝专页。呼吁大家多留意，因为现在在脸书上这样的一种冒用啊，非常的普遍，而且呢，我们观察，最近这1个月来，有越来越猖獗的这个情况。对粉丝专家发人冒险，文化局讲，伫最近已经提出29个严重申请，强调真正的粉丝专家名是叫做月游桃园，追踪者已经有53000人，提醒民众爱提高警觉，唔能起点来源不明的连结。也唔通伫咧可疑网站内面留个人的资料，注意唔能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台中的5款火车头有加油价暂无真悬，杀落去月台，对民众烦恼这治安的问题。不过市政府和警方拢强调讲，并无相关的法律，听好来强制驱离或者是安置这的加油，敢若会当加强巡逻和劝导尔。
台中火车头头前的大亭，有家友踮伫遐，四界拢是纸板甲个人的物件，还佫有人直接大爆棚，边啊都是要坐车的民众。就会觉得说，你就看到那边、这边、那边一个，你就觉得说那种感觉很不好。台中火车头长期拢有家友伫遮，引发市容、卫生甚至是治安的问题。车人五环站，还佫有家友甲站务人员塞落去铁骑路的。附近的居民讲，家友会直直来遮，是因为火车头有水有电，还佫有爱心的物资有关系。那么多爱心人士送餐点来给你，送食物便当来给你，还是送红包来给你。前2天还是昨天，人家有人包600红包，还有200的。是怕说不太方便，因为要赚钱。这边比较自由。对啊。家友洪安迪的意愿真低，而且台中火车头附近的管理嘛分做几个单位，站内是铁路警察管的，2楼大厅甲附近的街路是无共分局管的。警方讲，目前敢若会加强巡逻，若要整体规划，爱甲市府做伙有系统性来管理。若市府讲，目前无法度以强制力来驱离或者是安置家友。那其实他在现场，他也没有自伤，也没有伤人，那也没有就是违法的行为，是不适合对他有一些强制的动作。市府讲，除了加强访视甲巡逻，嘛会予有需要的家友基本的生活甲就医的协助，嘛会甲交通局讨论以市场地特殊甲清洁。记者综合报道。昨新北讲了呢，这台二线向有一只水牛伫咧车路顶头乱扫，害这交通是大塞车。背后民众和警察做伙来甲赶，加在这只水牛家己跳出护栏离开车路，无发生任何危险。警察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将这只水牛烧伤。国庆连假上尾港的下昼，新北市康阿寮第2线突然间出现一只正勇的水牛，伫车路中散步。经过车看到，赶紧打东啊让伊过。好了，警察正伫咧想办法要安怎处理，要人甲车停落来斗相共，便伊的角想要控制方向，阁想要扭缩啊，牛敢若是惊到开始用走的。警察哪走哪奔边啊要解动，现场有淡薄混乱。就伫大家要解围猎的时阵，一只水牛走到路边，跳过边的护栏，遭对草坡迄边过去。该牛只正于车道间徘徊，造成短暂塞车。现场同仁随即会同热心民众合力引导，将牛只安全赶至路旁草地，并协助恢复交通秩序。好佳在这场行刑平安结束。不过牛是对倒来是谁的也唔知，警方希望主人赶紧来将牛牵回去，也呼吁民众，若是赛车伫咧路下看到大型的动物，上好离伊较远咧，赶紧通知相关单位，才袂甲动物惊到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市丹宁路晚近车头，便歇困一人和车拢真济。为了要让过路人有安全的车路通好行，这公所试办行人优先区，试办到这个月26会收集意见，才看未来要安怎来改善。车路边藏塑胶笋、涂骹有彩绘砖塔。彰化市丹宁路因为我彰化火车头附近也有真侪卖食的店头摊，便休困日人拢可出入。市公所特别伫遮试办行人优先区的计划，有店头家真认同，嘛有民众感觉，若是会当管制车辆出入，会愈安全。对行的人，遮做生意的人，加减拢有提升甲帮助。就是增添活泼的部分，然后反正骑车也会注意。所以我都爱是中华的特色，看表演、看人、看迄排队，安尼可能无车较好。彰化市公所表示，这条丹宁路若伫假日时人潮甲车流量变济，显示车甲过路人拢有需求。公所整合内政部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选伫丹宁路做行人优先示范区，嘛邀请民众同齐参与车路的改善。车载的速度会影响到行人伫遮行路的安全，所以我想要参加这个计划，把这路变甲较适合民众伫遮踅街行路。这次街道加剧，希望可以减少车辆的速度，然后达到那个行人优先区，让车子跟行人拢会使正常的入来。
公所指出，伫行政优先区内底，车辆时速袂当超过20公里，嘛袂使骑喇叭，爱先让过路人行。这个计划按算会试办到这个月2日，嘛甲试办落来意见，得做日后推行优先车路的参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市有一间独立册店，实施廉价邀请这家长带囡仔来二手市啊，做讲台语的头家，希望互囡仔会当哪算哪学，或者学台语变搁较趣味。这点就这个时阵，这是节日，对不对？你来讲3个节日的名，3个哦。单位的关注结合游戏方式，互弄关的囡仔来练习表达台语。嘉义市一间独立册店伫双十节连续假期举办台语的二手市集。邀请家长带囡仔来做头家，增加用台语来表达的机会。咱家己要去做采买的时阵，要来甲头家问，互伊迄个角色来对话的时阵，互伊慢慢来体验看卖咧。浸入伫台语的空间内底，变做因会使做自然而然的讲台语，学习台语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体验。除了囡仔来做头家卖物件以外，现场有独立音乐的歌手王志玲，向大家来分享伊台语的音乐。主办单位表示，透过活动的方式，互亲自使用台语的环境，会当甲生活来结合，互台语的学习带来更较好的效果。咱来看台湾的足侪华语的活动，拢足多元的，足好耍的，深熟。但是咱台语的推广内底，拢一直在讲课，讲册，讲理念，是毋是会当有一寡较趣味的办法？鼓舞囡仔一句罔讲，两句罔学。主办单位讲，透过摆档的方式，增加囡仔使用台语的机会，嘛希望为这当中，互参与的大人甲囡仔，会当透过二手市集的活动，会当伫哪算哪体验的过程，学习小六甲环保的理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做伙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墨西哥中南部5个州顶礼拜落大水雨，那座大水阁水崩山，上部有48个人死亡，90人失踪，而且有16000栋厝害去，32万人无电通用。厝外的道路正做串流的河川，部分挖进山坡地区，更较互土石流掩埋。这时墨西哥中南部的小城市华府亲南哥居民被逼在停电的状况之下，拍拼程度出来厝外落关门，有人也会面对亲人失踪甚至死亡的不幸。立即飓风普利西拉甲热带风暴雷蒙，为10月初开始，连续侵袭墨西哥西部的太平洋沿海，加上当地2005年的雨量比起往年异常的悬，大风大雨带来的大水甲土石流灾害，一路一直到墨西哥中南部各地，四季拢会当看到这款路灯桥帮车条伫足之中袂顶袂当经常，面对残破家园，民众除了感伤也充满无奈。Sí, y pues le afectó bastante, pues todo se perdió. Pues tenía comedores, tenía muebles, camas y todo. 墨西哥总统克拉蒂亚宣布幕，下令出动军队协助灾民撤离到安全的地区，佮帮忙分散救灾物资。挂电引用的官方统计显示，除了人员伤亡甲失踪，至少有16000栋厝毁损。同时，电力系统也受到影响，大约32万人面临停电的困境。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美国总统川大规模要掠非法移民，甚至抢讲要派国民兵进驻波特兰等城市。那波特兰的市民除了连续几日讲伫咧移民执法单位外口示威，礼拜佫再举办赤身裸体脚踏车日，用请甲少的方式甲政府呛声。这人伫40度的湿冷天气之下，准备要骑车出发，不少人却是先甲衫脱起来，因为这是波特兰第一位无穿衫骑脚踏车。这是2004年正做年度传统，在里属紧急家庭为着向川普来呛声。I'm here. I've never done the naked bike ride, but I'm here because I feel like if I'm ever going to do it, this would be the reason to do it, and because I think it is a cheerful, joyful way of protest. 联邦政府大规模清除非法移民，引起全美真侪所在不满。伊用以特别的自由风气出名的波特兰，连续几日讲招团向执法单位抗议，然后川普真生气，威胁要派国民兵进驻维安，也催生这场上波特兰式的示威。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has any business invading our city with military. And I don't like people being scooped up. I've got friends and family that live here, and it's a safe town. They're not needed, and we like it. 虽然是无穿衫骑脚踏车，不过爱无穿衫到什么程度，其实也无严格规定。有人相款是烫甲光光，有人规气来变装，反正是家己的意自在，这就是上悬的指导原则。 This is a very small sacrifice compared to like immigrants are dealing with right now. Yeah. 当局除了加派几10名警力驻守移民执法单位，厝顶顶面严格守备甲游行队伍，欢喜骑车情形是完全拢无同。奥勒冈州民主党籍州长支持川普时，大家用牛刀换乌这个和平示威。虽然早前有联邦法官裁定禁止川普派兵，不过上诉法庭是不是变盘，大家拢等伫看。公视新闻林义祖编译。 伫咧澳洲有愈来愈侪人希望过身了后会当甲动物伴排做伙，毋过这也无符合目前的规定，所以有愈来愈侪人要求讲爱受罚。人甲宠物之间的感情是爱陪伴、安全感降低一步，甚至是幸福甲快乐。澳洲岛愈来愈侪人需要想要甲心爱宠物大做伙。I would love to have my dogs when I pass to be in the coffin with me. 澳大利亚除了新南威尔士以外，拢无允准人甲宠物待伫个墓堡内底。那将是要大做伙，唯一合法的方式是斗阵火化，骨枯也伫个共一个所在，而且佮规定爱伫个墓堡以外所在进行。啊，毋过实际去墓堡看，墓牌刻个文字，就会发现顶悬有正册，下边有对册。对无合法的代志，其实真侪人拢做啊。 而且是无被罚钱，甚至是被开除的风险。Hundreds of them are doing this because they care so deeply about giving people their final wishes. It's something that I'm prepared to do because the legislation is outdated and it is not meeting society's needs. 许多亚洲都出现受罚的声音，虽然这毋是即马上紧急的立法议题。总理艾班尼斯进前接受电台访问的时阵，讲到家己甲狗仔讨讨的感情，表示理解民众对宠物之间的感情，表态支持受罚。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 平阳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